晨咁多位，我係阿 Joe，你哋好。今次好高興可以集合到一班對 IPSC 有興趣嘅紀律部隊同事嚟參加呢個 course。IPSC 中文名叫實戰射擊，佢嘅前身係外國特種部隊一種模擬嘅射擊練習。不過依家已經成為一種運動。你可唔可以話俾我聽，你支槍可以入幾多粒子彈21粒。錯，係21加1，因為你撈完之後可以加多一粒子彈入 magazine 度。呢個係一個標準嘅 IPSC bar。A 5分 ，BC 4分 ，D 係2分。Are you ready? Stand by. Stop. 你知唔知你走火？簡單啲嚟講，你用最短嘅時間打最多嘅 A， 冇犯規，冇誤中，冇技術錯誤，你贏嘅機會就會越大。嗱，頭先你哋都試過槍啦，好多人都打得唔好，兩槍距離好遠。如果你練到喺最短時間裏面打出2槍，而係黐埋嘅，喺比賽裏面我哋叫做 double tap， 只有高手至做得到，通常聽聲會聽得出。點啊？支槍改成幾好，唔係啊，改得好好啊！支槍唔好指住自己嘅。你驚我走火打到自己啊？梗係啦，咁你唔驚我走火打到你咩？都驚㗎。呢度咁遠，啲嘢咁難食，你入嚟。想見你咯，唔想介紹人俾你識。我有嚿同學手機定球槍啊！我知道你有間 Smith 唔中意教人，不過佢唔同啦。如果唔係你，我會嫁俾佢㗎。Hello， 我叫 Vincent 啊，好高興真係見到你啊！哎呀，hello，好開心。佢份人好好㗎，真係好啊！我第一次見面，大家好似好熟咁啊！1991年啊嘛，你第一次參加比賽贏咗冠軍，跟住嗰幾年根本冇人贏到你嘅。1995年，你因為一次輕微交通意外整親隻手，好翻之後就冇再參加任何公開比賽啦。但係唔緊要，你個名一樣咁響，因為你除咗個 top shooter，你仲係一個改槍王啊嘛。講夠未？其實你起我底。唔係啊，我係一個差人，我做咗鑑證科6年咧，做嘢尋根究底係我嘅興趣，又係我嘅優點嚟㗎。但係之所以我咁深入嚟個起你底，係因為我真係好仰慕彭生你，我真係好想跟你學嘢，唔知有冇機會咧？你俾個理由我點解要教你？為咗我。我做嘢從來唔為人。哦，明白。肥仔仲唔行喎？喂，咁佢算係中意你㗎啦。點知唔帶佢嚟啊？Unload先。嗱，你嘅速度。你嘅速度咧，我哋唔講住。你有冇發覺你開最尾嗰2槍嘅時候，眯晒眼、擰晒頭？嚇！你中意開槍噶嘛？你開槍就唔應該怕嗰啲火光啊或者聲㗎嘛。你而家要學嘅咧，最緊要就係點樣控制支槍嘅 recoil 同埋 trigger。吞口，大一聲。如果你真係中意槍，你就要識得點樣同佢溝通，因為每支槍有佢嘅 character。只要你識得點樣同佢溝通嘅話，佢就可以發揮到最強。即係點啊？即係點？下次做嗰個動作嘅時候，唔好俾我見到你閃低先啦。哦，得。你翻到屋企咧，做呢個動作100次、1000次，直至到你每一次 point 槍個 target 嘅時候，都係準確嘅。因為開槍只有一個目的，就係要贏，咁樣先可以發揮到最高嘅技能。咁點先知道自己到極限啊？
直至到你遇到真正嘅高手。其實點解你要開外圍？以你咁聰明，就算做正行都一樣好掂嘅。我中意啊！你今日拉到我，但係你阻止唔到我。我夠膽同你賭，左邊嗰滴水會快過右邊嗰滴水掉落張台度。我唔需要外圍，我只係需要2滴水。喂，咁點啊？孫女人定我贏啊？冇所謂啦，但喺我角度嚟講咧，左邊嗰滴水應該快過右邊嗰滴水0.025秒左右嘅。咪住！但喺我呢邊睇咧，你唔好同我拗啦，嗰2滴水喺我隻手度滴落嚟，唔通我唔知？哦，而家賴隻手有感覺咁話咯。 Of course。OK， 唔該晒。頭先有個案咧，就係1972年美國破獲最大嘅外圍集團主腦同 FBI 探員一個對話。你哋喺佢嘅對話裏邊睇到啲咩咧？佢帶我，仲帶我遊花園，直接啲講，佢係揾我嚟消磨時間，同埋唔肯認輸。佢哋想喺人哋面前表達我強過你。本性係犯人嘅本性。當我代入佢嘅世界，我開始由佢出發點去睇。佢開外圍，因為賭佢嘅本性，就算拉到佢都阻止唔到佢。好簡單，佢可以用任何方法去賭，甚至乎連一杯水都可以。所以如果佢放咗監之後，佢肯定會再犯案。假設自己係個獵人，行為反映個性，想像自己係個兇手，模擬佢嘅行徑，呢個唔係一個容易嘅事。不過，如果你想知道佢下一步想點，你哋一定要感受佢內心。你想去了解一個藝術家，你一定係要睇佢作品嘅。想去了解罪犯，就要探多啲監。仲有啊，嗰啲連續殺人犯咧，通常都會中意翻去案發現場嘅。乜嘢原因？我諗到目前為止咧，都冇一個100%答案。你面對啲咁嘅犯人咧，要加倍小心，因為咧佢哋會認為同警方鬥係一種樂趣。拜拜，拜拜。會揸車咩？好啊，老婆揸咗。你去邊啊？我車埋你。得㗎啦，記住今晚唔好遲到啊。OK。拜。啊係啊，一陣我哋再嚟過，我就話一定係右邊嗰粒滴快啲，因為你中指長過食指。係人都係中指長過食指㗎啦，係嘛？啊，彈條好料俾你，朝榮入得過。賭唔係咁啱我。No， 唔係賭啊！炒股票呢樣嘢係靠判斷力同埋分析力，呢樣嘢係我哋嘅專長嚟㗎嘛。我嘅專長咧就係湊老婆。我哋搞咩啊？呢輪又講多咗嘢，又成日笑嘅，一係贏好多，一係輸到頭晒行。乜都呃你唔到。你唔係啊 ？Yes， 仲話你唔到，係咁啦，拜拜。啊！你改過個槍真係好勁，怪唔知人哋 highly recommend 你俾我啦。好似架車咁啊！如果冇好嘅大計 tune 過啊，再勁都冇用啊。喂，不過支槍揸手似震震地咁，成日想甩咁，係咪出佢輕得滯啊？你自己 trigger freeze。唉，攞呢支槍打呢啲靶嘥咗啊！同我攞嗰啲靶出嚟。係楊生。係咪唔同 feel 咧？睇到嗰啲肉一忽忽咁爛晒出嚟，好過癮啊！你講咩話？我攞個隻出嚟。係，唔使啦，用手攞住啊！楊生啊！攞高啲，嗰啲。楊生，睇住我啊！揸定啊！打到唔關我事啊！
做咩你？我改個槍唔見你嘅，遲啲俾翻錢你。姐你中意我？唔知點解，淨係知道嚟到呢個世界上有你咪夠咯。你唔覺得佢有啲自閉咩？我都係。你有病啊，去睇下醫生啦。一齊去啊！有啊。槍我幫你改好啦。我同你換咗13磅嘅 recoil spring，個 slide 偷輕咗，快得嚟好定。不過記住一樣嘢，打過5000槍，一定要換過個 slide 佢。我改槍咧就唔會好似人哋咁改到發晒癲嘅。又想講邊個啊？阿 Rick 同思思想改槍，冇錯係又快又勁，但係非常之危險。其實每支槍都有佢唔同嘅性格㗎，只要揾啱揸槍嘅人，阿 Rick 未必錯得晒。你覺得佢啱 ？OK， 有支槍，你俾佢改。唔係，其實你有你嘅改法，佢有佢嘅改法，冇話分啱定錯㗎。但我總係覺得阿 Rick 佢好有天分，佢打槍好隨意，但係又好準。可惜啊，呢2年冇參加比賽，如果唔係，我真係好想同佢打翻場。仲係唔夠快？再快我驚支槍。驚咩啫？你驚佢走火啊？你知唔知你優點喺邊先？就因為你夠肥，256磅，重心又低，咁都控制唔到支槍。你唔信支槍就唔信。我明，你啱，你要求低。你咁樣改槍法，一定走火㗎。你控制唔到，並唔係表示人哋控制唔到。你改嘅槍的確好快，但係當大家水準差唔多嘅時候，仲要講求精確同埋計算，尤其是係打比賽。咁如果唔係比賽咧？呢個只係假設性嘅問題，根本唔會有答案。今年會唔會參加比賽？一定。你好彩，今年我係做 surveyor，如果唔係，拜拜。咩叫 surveyor 請問 surveyor 即係靶場裏面嘅警察，萬一靶場有咩突發性嘅事，只有佢去掹槍制止。誒走火算唔算啊？你可以試下㗎。係，喂，早晨，攞槍。係啊，好啊。Are you ready? Stand by.
Two Alpha. Alpha Charlie. Alpha Charlie. Okay, shooter. Are you ready? Stand by. Okay, shooter. If you finish, the no is so clear. Gun is clear. Hammer down, holster. Range is clear. 時間1035. Two Alph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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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hank you。好過 hit factor 喎。 OK 啦。佢邊壓力嚟？黐線，梗係唔係啦？做咩啊？咦？舒服啊？ Shooter, are you ready? Stand by. Okay, shooter. If you finish, the no is so clear. Gun is clear. Hammer down, holster. Okay, range is clear. 時間10秒23. Are you ready? Stand by. Alpha Charli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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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pha Charlie. Stand by. The range is hot. Shooter, are you ready? Stand by.依家你知道咩叫做高手喺你後邊嘅壓力啦？你喺企佢後邊做晒雞。喂，苗 Sir，苗 Sir，苗 Sir，頭先打得好好喎。 OK 啦，幾多 A 啊12個。你出去睇下 stage 點打？學下嘢啦。一陣見，拜拜。我要嘅公平競爭。打足球啊，都有人呃你啦，有咩唔妥啊？我哋係咪老友先？啊，出去啦。你都係爭少少分啫嘛，你聽日一定可以追翻嘅。比賽嘅嘢爭1分就係爭1分㗎啦。其實你唔使驚佢哋啫，佢哋怕你先俾壓力你啫嘛。你喺我心目中咧，你先係第一，你就係高手。係咩？啊，攞個 floor pen 嚟。同我 time。 Okay. Are you ready? Start. 記得。8秒7。今日可唔可以嚟打我比賽啊？點解？你知我不嬲都唔中意睇你打槍㗎。你嚟得㗎啦。就算唔睇你打比賽啊，你都係我心目中嘅冠軍嚟㗎啦。一定會贏㗎。
嘅 Stage 4 Field Course， 4個紙靶、2個鋼靶，射擊所有目標。不過最後一組靶一定要掂住條繩先至可以開槍。Stand by！ relax， 嚟，之後俾槍我。Suter， 而家 DQ 你，因為你槍嘴指過咗安全方向，明唔明白 ？Understand。DQ。喂，冇嘢喎，我都俾人 DQ 過啦。Stand by！ 由於兩位打晒所有 stage 都係同分，所以總裁判已經決定加多一個回合俾大家。喺你哋面前有5個鋼靶，開始嘅時候 low and make ready。Condition 1 step in the box。當聽到信號響嘅時候掹槍，打跌晒你面前嘅靶。唯一一個原則，如果誤中咗唔打得嘅靶，自然拋出局。冇問題咧，兩位可以試一試位啦。Range is hard. Suter, keep it low and make ready. Are you ready? Yes. 冷靜啲，你冇亂嚟。開槍啊！開槍啊！你叫我真係想做唔開槍？開槍啊！開槍啊！你做咩唔開槍啫？係要你冇亂嚟啊！我玩完㗎啦，我唔做老婆仔，只要我死咗，佢係大把錢，你幫我，點解你唔幫我？你幫我！你幫我！幫我啊！你幫我！幫我啊！你1半個鐘頭一句聲都唔出，有啲嘢放喺心裏邊唔係幾好㗎。你唔出聲，冇人知你諗緊乜嘢㗎喎。不如咁啊，講俾自己聽，諗緊啲乜嘢？我應該開槍。如果兩槍係我開嘅話，可能唔使死，我可以救得返佢。我得嘅。就算嗰兩槍真係你開嘅，佢都唔一定會救得返嘅。有啲嘢過咗去，返唔到轉頭。冇諗咁多嘢。啱嘅。其實如果係我開槍，我可能會打頭。
我想見翻會笑嘅苗督察。如果唔笑嘅話，以後都唔好嚟啦。你覺得內疚，個心唔舒服？我瞓唔到覺，好多時個胸口同個頭都好痛，好多幻覺。呢啲係好正常嘅，每一個人遇到呢啲咁嘅事都會係咁嘅。但由今日開始之後1個月，甚至半年後，你都會有呢啲咁嘅精神問題，間中會有嚴重情緒憂鬱。只要你定期食我開俾你食嘅藥，你好快就會冇事㗎啦。可以咩？可以，只要你相信你自己係冇錯，或者係出於被逼。你諗下，當時死者喺一個精神失常嘅情況下，用槍殺一班無辜嘅人，你係為咗救人，所以開咗呢2槍。我好想知我以後會變成點。好似你以前咁樣咯，繼續過你喜歡過嘅生活咯，一個普通人嘅生活。Life goes on。多謝醫生。其實有一樣嘢我一直冇話俾醫生聽。咩嘢？我知我自己殺咗人，嗯但我好開心。真嘅。第2兇案現場，屍體 D 跟監，應該係中槍之後俾證人屍體 E 推開，子彈由左肩45度角入，打穿肩膊之後由下顎入頭。好大鑊啊！睇住啲頭髮同頭皮啊！邊陣啊？有腳印嘅痕跡喎。路徑的而且確由7172號房轉入第1現場，再轉嚟第2現場嘅睡房喎。而家距離案發時間仲係短，希望可以揾到兇手逃走路線啦。我諗佢係唯一有時間對付兇手嘅人。防禦傷喺右手，穿過掌心再擊中屍體 E。對個 G 科嚟講，佢已經做晒佢應該要做嘅嘢。結果都係一樣，全部都冇掹過槍。佢貫穿子彈。每人中2槍，兩邊房都係。屍體 E， G 科嘅保護目標。推算佢曾經喺床嘅右手邊推開中槍之後嘅屍體 D。當其時佢應該係俾打穿屍體 D 掌心嘅子彈打中左肩，想走嘅時候左額再中槍。黃 Sir， 黃 Sir， 入邊個污點證人係未死啊？黑字20，應該32。一個 MJ 係張老大。兇手方面有冇頭緒啊？係咪職業殺手嚟㗎咧？對唔住，冇可碰到。點解跌到4啊？同我做30發身亡啊！01、02、03。我暫時唔可以代表任何方面講嘢。暫時有個資料喺度，其他有關 CC 因為走私嘅 file 已經係你台面。鑑證科嘅初步結果2個鐘頭會有，驗屍報告聽日到。3個鐘頭嘅 briefing，有咩進一步消息就通知我。警方到目前為止仲未發表任何消息。今日下午君豪酒店嘅槍擊事件中，送院搶救嘅傷者身份仲未證實，係咪近日楊氏集團走私案成為控方污點證人嘅財政主任鄭振文？成件事件嘅動機非常明顯，買兇殺人滅口，所以 Division C 嘅伙計可以喺 briefing 之後請 CC 兄翻嚟。至於兇手方面，阿 Joe。直到目前為止，
我哋暫時仲未有任何目擊證人，但由 G 科每30分鐘同總部聯絡嘅習慣，可以知道兇手行兇嘅時間係1410至1440之間。估計兇手係單獨行動嘅。Vincent， 唔該你。經鑑證科嘅初步資料，疑犯腳印長27 cm， 推算身高係178 cm， 5尺9寸至10寸高，步距正常，160磅左右，男性。兇器方面應該係半自動手槍，子彈係.40，彈殼大肚，好明顯係火藥加大咗，應該係兇手自己 reload 嘅。Division A 嘅伙計同我 follow 呢點，我想 check 有邊幾間軍火商嚟過呢隻火藥。兇手冇留低指紋，鄭振文嘅衫褲只有保護佢而後來中咗槍嘅 G 科嘅西裝纖維，所以兇手冇同佢發生任何接觸。今次事件特殊，G 科方面阿 Kim 會同我哋合作。Immigration 已經將所有出入境嘅資料 send 緊過嚟，我相信個疑兇應該知道鄭振文搶救緊嘅消息，佢未完成任務應該唔會走。我而家要嘅係一張問卷，案發之後所有住客同埋酒店員工嘅問卷，睇下佢哋有冇遇到一啲特別關注呢件事嘅人。大家記住 ，CC 嗰單 case 而家剩低嘅線就係呢個殺手。Is that clear 啊？Yes, sir。呢度係呢幾日羅湖同港澳碼頭所有可疑人物嘅出入境資料，機場嗰方面冇任何發現。尋日翻咩班啊？翻日班，即係幾點至幾點啊？朝頭早6點至下晝3點。尋日下晝3點至4點，有咩事發生過附近？冇喎，我 check 咗個幾鐘啫噃，我諗我幫唔到你。哦，唔該。啊，你哋香港啲警察都幾勤力。可以喺咁短時間之內殺死4個 G 科，佢肯定唔係一個普通嘅殺手。不過佢一定好熟悉警隊嘅運作，佢唔一定係現職或者前警務人員，只要佢身邊有朋友警隊服役，佢有足夠嘅資料就可以咁做。佢會係獨居，如果唔係喺屋企練槍，好容易俾人發覺。屋企仲有大量嘅槍械、自信，甚至乎自帶狂。精神有唔健全嘅可能性，但係絕對唔係心理變態嘅，因為佢當佢哋係人，槍槍打頭都當佢哋係人。如果佢當佢哋唔係人，會將佢哋非人化，會開槍打到佢哋爛晒。我相信佢警員出入嘅地方，例如酒吧咁，聽下呢單 case 嘅進展，改進自己嘅技術。所以我覺得佢會冒險留喺酒店度睇住我哋做嘢。Will Sir，啱啱收到醫院嘅電話，有一個好消息，有個壞消息。好消息咩啊？鄭振文救得翻。壞消息？就係醫生話佢有可能一世都醒唔翻，變成植物人。唔好咁快將呢個消息放出去住。點解？兇手知佢未死，一定會再去殺佢㗎。如果我係佢，我唔會咁快有行動，我會慢慢等，直至肯定咗我自己係失敗。錢唔緊要，殺人可以令我感覺到我自己嘅存在。點解要打頭？好冒險喎！你話個兇手好熟悉警隊運作，佢知佢哋着咗避彈衣。如果俾我會打下半身，起碼範圍大。佢當呢度有個 game，越刺激越辣越好。3個 double tap，2個鬆 A，2個鬆 B，
5秒鐘可以打晒呢10槍嘅人，全香港唔會有好多個。袁生啊嘛，我哋警方想請你翻去協助調查。黃生啊，請10分鐘，你有 appointment 喎。同我改4點啊，33叫司機嚟接。黃生，我哋警方想請你翻去協助調查。早晨啊，何生，我哋警方想請你翻去。見咩律師？梗唔係告你。做咩事啊 Sir？ 阿 Sir， 我仲有幾個會要開，10分鐘前冇幾百萬。我話槍打真槍喎，係咪？你出去做咩啊？打完真槍打完槍殺。你叫咩名？余志華。頭先見到差人，做咩走啊？我係貴你佬啊嘛。聽講你喺 IPSC 打槍好勁，成日話自己攞幾個 double 添。阿 Sir， 我吹嘅咋，最勁嗰梗唔係我啦。放咗呢個放個左右仔。識唔識 CC 啊？所以條友唔熟唔識嘅。你最後一次見鄭振文係幾時啊？3個月前我炒咗個魷魚，冇見過佢啦。1999年11月28號，你喺邊度？誒，你哋冇煙灰缸㗎？識唔識相入邊嘅人啊？唔識。但係佢哋話識得你喎。咁你識唔識李嘉誠啊？我識。識唔識？我咁出名，梗有人識得我啦。弊就李嘉誠唔識你啊嘛，係咪？好。由頭再問過。你貴姓啊？唔該你啊，問啲到 point 嘅嘢 ，OK？差唔多咯。阿偉，4號房。CC 央。呢個世界咁多 CC 央，我點知你邊個 CC 央啊？楊正祥啊！嚇！喂，做咩啊？你哋玩嘢啊？我唔驚啊！我有律師喺度嘅喎。嘈咩啫？差館唔俾停電。小 Sir， 老終於肯講啦，原來嗰日同人哋老婆約開房。叫我老婆嚟擔保佢啊。嗯。仲有冇疑犯未到啊？佢哋嚟緊。彭生，你仲有冇幫人改槍？冇。咁你而家職業咧？冇。呢度有沓相，你睇下認得出邊幾個？咁搞法條。你冇玩嘢啊？你唔好喺度扮酷啊！使唔使我俾死者啲相你睇下？其實我應該一早知係。3年前嗰兩槍，你可以打手打腳，你偏偏打頭。酒店嘅 G4 都係一樣，俾做職業殺手都會打心臟，淨係你只會打喺頭度，因為你係癲嘅。我啲相唔夠 update，我認唔到啲人，我幫唔到你哋。 5秒內打3 double tap 嘅仲有你，仲有扣留有幾耐啊？20個鐘多啲啊！之後法庭攞有搜查令，通知阿 Jo 同鑑證科 stand by。有冇發現啊？冇。我哋喺你屋企揾到大量槍械，你又同疑犯一齊住，分分鐘可以告你串謀殺人。而家情況對你好不利嘅。我可唔可以飲杯水啊？咩？呢間差館成日停電嘅。喂，阿 Sir， 你又玩咩啊？冇事，識㗎。點啊 ，Rick？ 3年冇見，最近唔記得你打槍嘅。點啊？準備拉你翻嚟啊？懷疑你咩啊？你殺咗人？
燒槍高手啫，又唔係殺人高手。唔知差佬點做嘢嘅，凡隻燒槍都拉晒翻嚟，咁咪仲要拉得190幾200人。佢哋唔似有嘢喎。要唔要我同你揾個律師啊？攞張紙出嚟啊！等我寫個電話俾你啦，90645213。寫咗未啊？我個電話嗱，我講多次啦，算啦算啦。唉，等我安排好晒啦，再通知你啦。我哋3年冇見啊，一定改咗電話嘅。我應該係冇你電話嘅，冇你電話。唉，唔講算啦。睇呢樣，唔使驚喎，呢台改槍啫嘛，攞正牌做生意。你唔係殺過人，佢又冇人證又冇物證。如果夠料啊，早就釘死你啦，仲帶你遊花園。不，你估知佢哋真係神探啊？嚇，憑直覺啊？揾到你支槍就講啦。睇佢。你冇好多嘢講嘅，我講錯咩？繼續。阿 Jo 嗰邊點啊1.75/2，都係1.75/2，試過晒，全部冇問題。中意改槍，鐵柱，同我用呢啲鐵柱，全部槍驗過晒佢。你每年都有探佢，余 Sir， 我見到你擺佢墓碑嘅花，你都係。我相信呢件事冇人會忘記。我一直想問你，點解你嗰日唔開槍？因為佢係你朋友。唔係，係你唔夠膽。係你係冠軍，不過係打紙巴人嘅冠軍。你冇咁嘅膽量。我可以話俾你聽，打紙巴同打真人完全係兩種感覺。由嗰日開始，我真正知道支槍嘅用途係攞嚟殺人。槍唔會殺人，係人殺人。你唔好同我講啲咩偉大理論，話槍係攞嚟救人。人發明槍係攞嚟殺人。鄭振文係你殺？冇錯，我殺咗人。房裏面嗰4個 G4都係你殺？不過係好耐嘅事喎，我唔係好記得㗎。你喺現場㗎，你應該同我睇得一樣咁清楚。究竟殺人嘅感覺係點啊？你想知殺人嘅感覺係點？我遲啲會俾你試。到時我驚你上癮。有冇人同你講過啊？你同3年前有好大分別。咁我係咪要多謝你？你喺度俾緊藉口你自己。而家我哋喺你屋企揾到大量改裝過嘅氣槍。你哋唔係分唔清咩叫氣槍，咩叫真槍啊嘛？
我係想話俾你知，我哋唔會放過任何線索，我哋一定會再見面。我都想同你打埋最後一個 stage，希望有機會同你傾咁耐啦，我要過去同Colin打個招呼。今日搜到嗰啲氣槍，佢認晒佢自己，循例都要請佢翻嚟。仲有3個鐘，你一定要放我。不過我諗我唔走住，我會等埋Colin一齊走。麻煩你幫我哋買啲早餐食。好啊，坐陣先。再過多幾日就係你生日啦，你唔想好好咁過咩？槍係喺你屋企揾到，物主唔一定係你，你可以唔認㗎。全部槍都係我嘅。你知唔知啊？如果有支氣槍過2焦耳，喺法例上呢啲就係真槍，咁即係話你非法藏械，好大罪㗎。係咪有人呃你啊？冇人呃我，我自願。我真係唔明，點解要咁樣為一個男人？你有冇試過愛一個人啊？俾你離開呢間警署係我嘅遺憾。你讚我？喂，唔打，唔打，停手，唔打啊！喂，好啊，好啦，好啊。嗱，喂，夠啊！唔係夠鐘咧，我要求驗傷。李志信，放人喎。我哋走。我而家正式拘捕你，因為你支氣槍超過咗2焦耳。喂，你唔好講我支槍嚟屈佢啊！係咪你啊？我唔會驗傷㗎，冇人會告你襲警㗎。打佢走！要自信你冇屈佢，放佢走。我信我嘅伙計，你女朋友郭麗儀已經承認咗嗰批槍係佢。凡事都講證據，你有證據你而家 charge 我？我哋有嘅證據係佢私藏軍火。彭生，我哋已經放咗你，你可以走。你會後悔。北京Colin舊屋 ，Hunter 喺達之路上咗的士，車牌係 Hotel Victor 2371。北京你翻舊屋，西區文咗攞有。西先咬住。抄查，準備喺大坑東同巴士站 stand by。Copy。Colin舊屋，Hunter入翻達之路。車頭喺屋企方向，點啊？西師冇有轉，差人準備啊！操場咬住 Hunter 向歌和老街方向，主人收唔收到？你可以 keep 住攞車位距離啊！啲槍係咪嗰2個焦耳？佢係咪殺咗人？我淨係知道佢殺咗4個 G4。你見到佢望我哋支槍，你覺得我唔啱可以叫我 out？操場Colin舊屋可能被發現，排位頭，從水準備。
邊。照跟。佢走啊？點啊？冇嚟，拉佢翻嚟再放，我都唔可以俾佢走啦。你甩咗班狗仔隊，你甩唔到我。走，還走！我班伙計唔會冤枉死，我一定睇住你，我實打死你。咬住佢未？全部咬住佢未？我覺得有啲唔妥。Calling 各狗仔位置 ，Calling 各狗仔位置。Calling 主人，亨娜上緊山。Calling 主人。全部轉用 Channel Two， 全部轉用 Channel Two，repeat， 全部轉用 Channel Two。收到 ，Hunter 啱上緊山，所以收得唔係好清楚。清楚。好。Hunter 位置 ，Hunter 位置。Hunter 向緊槍會方向 ，Hunter 向緊槍會方向。主人 calling， 主人 calling， 請重複，請重複。同主 calling 主人 ，Hunter 入咗槍會收唔收到？同主 calling 主人 ，Hunter 入緊槍會啊，收唔收到？Hunter 入緊槍會啊，收唔收？全部 back up， 全部 back off，repeat， 全部 back off，back off。Calling 主人 ，Calling 主人，收唔收到？收唔收到？我哋入去睇下，你兩個留喺度 stand by。Yes sir。Yes sir。
事。OK。2個未過危險期，3個重傷，寶兒可能行唔到。我今朝早幫個病人做手術，切咗個腎之後，唔夠10分鐘佢就死咗。每一日喺醫療房嗰度都唔知會死幾多人。我會盡力，但唔係每個病人都會救得返嘅。係我逼得佢太緊。而家最緊要嘅唔係去諗點解頭先捉佢唔到，而係到底點樣可以捉到佢。你警察係我老公嚟㗎嘛？你幾時走都得。唔好要我走，你做咩都得，我唔會係你嘅婦女嚟㗎。你知唔知你咁做好惡舉？唔好諗住阻止我，你要阻止我嘅話，我會殺埋你。Are you ready? Yes. Yes.我幫你啊！你嚟做咩啊？就會丟低條鎖匙俾你㗎啦。你唔信我嘛 ？OK，我都唔信你。
落架裏面有晒證件同埋錢，你走得越快越好，走到一天就光晒。我一向以為你做嘢好掂，乾淨利落，點知為咗條女搞成咁，而家得條女孭晒佢咯。坐得1、2年出翻嚟，咪有一齊 happy， 結婚生仔乜都得啦。你做咩肥啲差佬啫？搞到咁大鑊！你好過癮啦！你差佬根本唔夠證去 charge 你㗎。好啦，係人都知你 short 上腦啊！幫我搞個年出嚟。你有冇亂諗嘢啊？你自首呢就一定判終身監禁㗎。睇啲時間我諗啊，不過而家你即刻要走。我冇時間，我唔會自首。不過我諗到一個辦法，你幫我唔得㗎。我幫到咗。佢一直唔飲水唔食嘢，終於頂唔順。我諗佢想絕食自殺。表 Sir， 得啦。你唔食嘢會傷害好多細胞。將來好多器官可能會出現問題嘅，知唔知啊？一個職業殺手收咗人錢，做好本分，解決咗個 target 就夠。但係佢唔係，佢似乎對殺人已經上咗癮。係你累佢，佢唔想，佢根本控制唔到自己。如果你要幫佢，就話俾我哋聽佢喺邊。阿 Vic 已經打傷咗我7個。你驚啊？你驚下一個輪到你？你揾我做擋箭牌，你開始驚。表 Sir， 表 Sir， 如果我叫咗佢幫你，你哋會唔會？我只係想拉佢 ，OK？ 唔該，表 Sir。李德陳，我諗你跟緊嗰個 case 都係 close file。你要個 CC 幫你搞掂住，係時候放佢。我最想拉嗰個係你。聽日中午12點就係你嘅 deadline。你一日唔放佢，我就每日懟冧你一個差佬。係你驚嘅，我唔驚。Are you ready? 彭奕翔已經殺施施陽，我諗佢已經失控。上頭已經答應 fully support 我哋，因為鄭振文單 case 發展到依家，已經唔再係一件普通買兇殺人嘅案件，
而係關乎公眾嘅安全。你哋每一位都係受過 IPSC training 嘅警員，應該知道彭奕行係咩人。佢揸個 race gun 可以打22發子彈，而普通差人嘅左輪只可以打6發。等佢哋 reload 得嚟，佢已經有足夠嘅時間瞄準佢哋嘅頭打多槍。而家距離彭奕行俾我哋嘅時間仲有14個鐘，我相信佢會嚟差館救翻個女朋友。我記得好似係今日，生日快樂。其實我都好怕自己一人過生日嘅，我有咩可以幫到你？你幫我話俾佢聽，我唔會係佢嘅婦女嚟嘅，而家唔會，以後都唔會。生日快樂！喂，仲有1分鐘喎，放定唔放？你應該知道冇人可以威脅到警方。你傻嘅？各單位注意，通緝犯彭奕行藏有火力強大嘅槍械，懷疑精神有問題，行為極度兇悍，不顧公眾安全，已列為危險人物，請各環頭小心戒備。灣酒店有聯絡，灣長。Yes sir。環頭有啲咩特別 report 啊？暫時乜都未有。做啦。哦，翻咗屋企攞藥。你搞咩啊？而家應該知道高手喺你後邊壓力係點嘅。咁樣揞住可以半個鐘，唔揞我唔知。你自己講。黑傷者已經離開現場啦。
我車你啊，唔使，我冇事。俾條車匙我。你放鬆啲，咪住，你冷靜啲啊！慢慢呼吸，呼吸。慢慢。幫住我，咩啊？幫住我，幫住。做乜嘢啊？租死咗啊！起身啊！我同你出去啊！我而家出去同佢遊街，我睇佢射唔射我，我唔出嚟救你。射唔好啊！秒射！余 Sir，你冷靜啲啊！關你事啊！行開。阿喵，行啊！行啊！行啊！唔好咁樣啦，喂，個反唔值得㗎。租佢死值得，其他伙計死值㗎嘛？你放心，呢單 case 唔使理咩，我負責。夠啦！而家唔係一命換一命啊！你唔係英雄嚟㗎。唔想你攞住支槍嚟咁去殺人啊！你咁樣做法同阿 Rick 有咩分別啫？放低支槍先講啊！如果有一日你真係中槍嘅話，你記住，冷靜啲，咩都唔好諗，然後慢慢咁樣呼吸，救翻嘅機會大好多嘅。傻女。
我參加。佢背住你開唔開槍？唔開槍即刻走，要幫手 shoot。喂，準備好未？我哋準備好，喺邊度放人？到時話你知。明白。記住，12點正。做咩啊？聽唔到啊？仲唔準備車？12點一到，收到疑犯家人嘅地點，即刻出發。Call in 由我 escort， 阿超啊即跟我車。阿蘇通知 SCU 衝鋒車全世界 stand by。到時邊個見到佢喺唔傷及無辜情況之下就要 shoot。槍場太多人，我哋會喺度 stand by 等你指示。只要佢離開人群，我哋會接手。我哋會盡量疏散人群，喺各出入口位都會有人監視。咁裏邊就由我哋嚟 take action。發現可疑人物，小心。唔係佢。冇喐，你嘅位置係要望我後邊。Sorry sir。全部 on position。Ready。Ready。target可以出嚟。去到自動電梯上1樓。阿松阿孫，跟住 target。target 企定咗，見到 Hunter， 全部冇喐。一有機會就開槍。小心喎！我冇着避彈衣嘅，你射我嗰陣時，一定射低後邊幾件。你有冇着？我都冇。不過我同佢哋講咗，有機會就要開槍，就好似你打死阿 Jo 咁。咁咪越嚟越好玩。全部準備好啦嘛？老先生，你揾佢唔到。後面好多人。老先生邊開唔到。Position C 見到 Hunter。樓梯清理後一有機會，我哋就 shoot。我諗我哋冇咩機會再見。記唔記得我哋仲有個 stage 未打？冇。冇俾人上去。出嚟做嘢。表上我哋 ready。記住，我先至係冠軍，你唔一定會贏到我。
Take action！拖鏈遮住咗啊！開槍，聽唔聽？放開！放開手！放開啊！走啊！放開！走啊！廖志信，我同你仲有 final stage 未打。叫白車全部追入嚟。全部拍低唔好喐。Are you ready?